弟兄姊妹主日平安，我哋感恩俾我哋主日嘅時候咧，我哋再一次可以透過聖經嘅說話，我哋安靜喺上帝嘅面前，讓我哋用禱告嚟開始今日呢一段崇拜嘅時間，讓我哋嘅心能夠從平靜安穩裏邊聽得到、聽得清楚上帝喺我哋內心對我哋講嘅說話。因此多謝你俾我哋有呢段嘅時間，我哋能夠去到你嘅面前，去到安靜喺你嘅面前領受從你而嚟嘅恩典。求你嘅聖靈喺我哋內心裏邊去工作，以致我哋能夠唔會白白浪費呢段嘅時間，亦都讓你嘅說話成為我哋生命中嘅智慧同埋祝福。奉耶穌基督嘅聖名，阿門。我哋今日睇嘅經文喺撒母耳記上嘅27章全章。大衛心裏說：必有一日我死在掃羅手裏，不如逃奔非利士地。掃羅見我不在以色列的境內，就必絕望，不再尋索我，這樣我可以脫離他的手。於是大衛起身，和跟隨他的600人投奔迦特王瑪俄的兒子亞吉去了。大衛和他的2個妻，就是耶色列人亞希暖和作過拿八妻的迦密人亞比該，就跟隨他的人，連同各人的眷屬，都住在迦特的亞吉那裏。有人告訴掃羅說：大衛逃到迦特，掃羅就不再尋索他了。大衛對亞吉說：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京外的城邑賜我一個地方居住。僕人何必與王同住京都呢？當日亞吉將洗革拉賜給他，因此洗革拉屬猶大王，直到今日。大衛在非利士地住了1年零4個月。大衛和跟隨他的人上去侵奪基述人、基色人、亞瑪力人之地，這幾族歷來住在那裏，從書珥直到埃及。大衛擊殺那地的人，無論男女，都沒有留下一個。又奪獲牛羊駱駝驢並衣服，回來見亞吉。亞吉說：你們今日侵奪了什麼地方呢？大衛說：侵奪了猶大的南方，耶拉篾的南方，基利的南方，無論男女，大衛沒有留下一個帶到迦特來。他說：恐怕他們將我的事告訴人，說大衛住在非利士地的時候，常常這樣行。亞吉信了大衛，心裏說：大衛使本族以色列人憎惡他，所以他必永遠作我的僕人了。好，弟兄姊妹，今日透過呢段嘅經文咧，我哋睇到，我哋應該可以話從另外一個嘅面貌，從另外一個角度，可以話進一步揭開大衛佢嘅人生嘅嗰個嘅面貌，揭開佢嘅面紗，睇下佢嘅內心世界。喺呢一章裏邊，我哋發覺喺之前我哋覺得係英雄一樣嘅大衛，佢都落入好多嘅問題入邊嗰度，所以特別係喺大衛面對龐大嘅被追殺嘅壓力入邊嗰度，生命嘅威脅嘅壓力，大衛喺呢一章俾我哋睇到做咗好多即係好錯誤嘅決定，甚至係一啲可怕嘅決定。所以今日我哋一齊睇一個題目：當人活喺長期壓力下邊，特別從大衛喺呢個安逸區睇我哋嘅生存掙扎同埋誠信嘅危機。大衛嘅安逸區，亦即係喺呢一章裏邊嘅洗革拉。洗革拉呢個係大衛想喺呢一個嘅掃羅追殺嘅下邊能夠安然，能夠可以居住，唔再受呢一個生命威脅嘅一個嘅地方。所以我哋就從呢一個嘅角度嚟到睇，當人喺長期壓力之下會點樣？大衛喺呢一度面對長期壓力下邊有啲咩好重要嘅功課，去成為我哋嘅提醒同埋幫助。現代人嘅壓力窩同埋大衛嘅逃亡嘅道路，大衛有好多嘅地方同我哋今日面對壓力嘅場景係非常嘅吻合嘅。大衛喺27章嘅第1節，心裏咁樣講：有一日我會死喺掃羅嘅手入邊，不如逃奔非利士地。掃羅見我不在以色列嘅境內，就會絕望，唔會再嚟揾我，我就可以脫離佢嘅手。27章嘅第4節，果然大衛所諗嘅係冇錯。當大衛去到呢一個非利士地，有人話俾掃羅知道，大衛去到嗰個迦特呢個地方嘅時候，掃羅就唔再追殺佢。所以的確，大衛係面對
一而再，再而三。雖然大衛放過咗掃羅，但係掃羅佢並冇去到放過大衛，一直去追殺大衛。大衛已經好幾年活喺一個咁痛苦、咁絕望，亦都可以話係咁充滿生命威脅嘅嗰種最高壓力嘅情景之下。呢個同我哋今日嗰個處境係非常非常嘅相近。我哋好多時候人生都喺呢啲壓力窩入邊嗰度，面對龐大嘅壓力，我哋好似冇法子去逃避嗰啲處境嘅時候，我哋通常有啲咩嘅情況會面對好似大衛一樣有咁樣嘅壓力呢？首先，我哋發現嚟自我哋嘅工作生活嘅壓力，AI 嘅即係大模型，佢哋出嚟嗰啲嘅工具，人工智能，你發覺對於我哋嗰個嘅而家嘅生存職場嘅嗰個嘅威脅相當嘅巨大，好多嘅工作會被人工智能取替，甚至工種又未必能夠咁快可以替補嘅時候，我哋會喺一種好大嘅呢種壓力感入邊嗰度。然後經濟同埋生存壓力喺香港好多嘅做生意，我哋睇到接二連三啲飲食業啦，好多睇見我哋街上面嘅嗰啲鋪頭啦，即係成條街嘅鋪頭係即係全部嘅都啲鋪頭完全都係執咗笠嘅，即係我哋喺一啲街裏邊可以見到呢啲情況。所以你發覺喺香港，我哋面對嗰個經濟生存壓力，或者其他嘅地區一樣面對經濟同埋生存壓力，嗰個嘅壓力係好巨大。你發現而家做生意同以前做生意又唔同，揾工又唔係以前咁容易。你發覺經濟生存壓力帶俾我哋內心裏邊嗰種壓力係相當嘅巨大。然後亦都因為種種嘅外在環境因素啦、工作因素啦、經濟因素啦，甚至係性格因素啦，呢啲咁樣嘅壓力形成我哋同家人啦、同周圍嘅人嘅關係都係非常之容易產生衝突嘅。我哋當有產生衝突嘅時候，我哋內心嘅壓力感繼續不斷咁樣去增加。然後喺資訊同埋社會嘅比較咯，即係我哋發覺互聯網，我哋發覺呢個 social media，我哋發覺甚至係 AI 呢啲嘅通訊帶嚟，即係或者更快嘅5G、6G 嘅呢啲嘅運算速度，似乎係比我哋更多去到睇到更多嘅資訊，但係好多時候經過包裝嘅嗰啲 social media，為咗去吸更多嘅眼球，為咗去到攞更多嘅嗰種嘅人睇佢嗰個貼，獲取一個嘅流量。即係通常將最好嘅一面擺出嚟。我哋喺呢啲比較嘅時候，發覺，咦，我哋好似總係覺得自己嘅生活比唔上其他人。呢種無形嘅，而手機又喺我哋24小時都可以接觸嘅場景嘅時候，嗰啲社交媒體嘅資訊形成一種好大嗰種嘅比較嘅壓力喺入邊嗰度。然後個人嘅存在啦、健康嘅壓力，無論今日人嘅心理健康或者帶嚟延伸落去嗰種身體嘅疾病，都係喺我哋生命中間裏邊帶嚟嗰種好難去到擺脫，甚至一直存在喺我哋嘅生命中間。特別當我哋年紀越嚟越大嘅時候，我哋廣東人有句説話叫做年紀大就機器壞。所以呢一種嘅身體嘅嗰種嘅健康嘅轉差，帶嚟嗰種心靈啊，帶嚟嗰種內在壓力係揮之不去。同大衛嘅處境一樣，大衛面對嗰個嘅被追殺、生命威脅存在嗰種嘅壓力係揮之不去。所以當面對壓力嘅時候咧，我哋睇到大衛佢嘅反應係點樣？佢對亞吉就咁樣講：我喺你眼前蒙恩嘅話，就求你喺城外嘅城邑賜俾我一個地方。僕人點解要同我一齊住？呢度表示一種嘅謙卑啦，喺呢個亞吉王面前嗰種嘅即係示弱啦、卑微，等唔好即係令亞吉覺得係自己成為佢嘅威脅啦。咁嗰日亞吉就將呢個洗革拉呢個地方就賜咗俾佢。而後嚟一直都係屬於猶大王，直到即係大衛當時作為作者當時記載嘅嗰一日咧。OK，所以喺大衛呢一度面對亞吉嗰個嘅即係希望攞到一個地方能夠安然、能夠苟延嘅殘存，逃避呢一個掃羅嘅追殺。大衛面對咁龐大嘅生存，可唔可以繼續活落去嘅壓力下邊，佢揾到希望，即係揾到一個嘅唔需要信心嘅一個嘅務實嘅一個嘅解決嘅方法。所以喺呢一度我哋睇到嘅就係大衛佢同以前好唔同，經過幾年長年被掃羅追殺嘅時候，佢壓力大到個地步，已經喺呢一個嘅時刻裏邊，去面臨一個嘅崩潰。去我哋見唔到大衛有求問呢一個嘅上帝，我哋冇見到大衛喺呢一度有去認真禱告，
去到求問上帝嘅心意，睇下上帝點樣帶領佢。佢仲自己諗法就去到呢個非利士地揾咗當時嘅迦特王呢一個嘅亞吉，希望有個地方可以能夠讓佢同佢族群活落去。所以大衛變得無神，大衛變得信心已經慢慢嘅瓦解，蕩然無存。呢個同我哋嘅生命中間係好接近。當我哋壓力龐大到個地步，長年喺呢啲嘅衝擊嘅時候，你發覺信心會被慢慢嘅扼殺，慢慢擠壓到我哋淨係能夠可以覺得要用自己嘅方法，好似係口渴飲鹹水餃咁樣嗰啲，即係好短暫、暫時嘅務實嘅方法嚟到解決自己嘅燃眉之急。而去到第27章嘅8到11節，大衛同埋跟隨佢嘅人就去到侵略呢一個嘅基述人、亞色人同亞瑪力人嘅地方。呢幾族人歷來都係住喺嗰度，從蘇爾直到埃及。大衛擊殺嗰個地方嘅人，一個都冇留低，掠奪佢哋嘅資產同埋衣服，然後翻嚟對亞吉講，亞吉就問佢：你今日侵略咩地方？大衛話：我侵略咗猶大嘅南方，無論男女，即係特別喺呢一度，大衛提到對亞吉，即係喺佢面前。即係佢回應咗係掠奪咗好似猶大人嘅地方，呢個以色列人嘅地方，然後大衛無論男女都冇留低一個，免得有後患，免得佢嘅名聲被去到用散播出去，話大衛經常都去到即係做事殘忍。呢一度我哋睇到嘅大衛，佢為到令自己獲取呢一個嘅亞吉王嘅信任啦，結果佢亦都要去到。即係喺呢個地方繼續生存落去嘅時候，佢要去到得到亞吉嘅信任嘅時候，佢去到擊殺其實唔係以色列嘅地方，掠奪佢哋嘅資產，甚至身上一部分係獻俾呢個亞吉王，表示嗰種嘅忠誠。但係呢一度本來佢係連耶和華嘅受膏者，即係都唔會有機會嘅時候，都冇將佢去到隨便嘅殺害。呢一度喺度濫殺無辜，一個都冇留下。大衛為咗生存，變成一個嘅殘忍、麻木不仁嘅人。為到生存，不惜講大話；為到生存，妥協原則；為到生存，將成個信心、上帝好似放喺一個見唔到嘅位置嗰度。所以呢一度我哋睇到壓力帶嚟嘅連鎖反應咧，係即係同我哋今日生活係好接近。當大衛面對長年強大多方嘅壓力，即係好似我哋今日咁樣嘅時候，產生嘅代價，為咗希望有一個可以俾自己喘息嘅一個咁樣嘅地方，就好似洗革拉呢個咁嘅地方，付出嘅係信心、誠信嘅一個嘅破產嘅代價，濫殺無辜嘅，即係呢一個嘅咁樣嘅名號已經係跟住咗大衛，從佢濫殺無辜開始，從佢去到為到生存，去到一個不留，男女不留，老少不留咁樣去濫殺嗰個地方嘅人嘅時候，佢嘅誠信喺呢刻裏邊已經付出巨大嘅破產代價。即係呢個我哋都要好小心。當我哋面對龐大壓力嘅時候，我哋唔會為咗去可以解一個嘅燃眉之急嘅時候，我哋都好似大衛一樣付上咁大嘅誠信代價。而去到第27章嘅8到9節，大衛同埋跟隨佢嘅人就上去侵奪呢個基述人，然後將嗰個地方嘅人一個不留咁樣殺晒，掠奪嗰個地方嘅財物。然後亞吉就信咗佢，然後心裏話：大衛令到本族嘅人都憎惡咗佢，所以佢一定會永遠做我僕人。大衛除咗殺晒嗰度啲人，去避免令到亞吉佢知道其實佢冇殺到猶大人，冇殺到以色列人。避免嗰個地方將佢嘅名聲去繼續去抹黑，去到散播出去，令到亞吉相信佢。所以喺呢一度咧，我哋發現有一個嘅好大嘅後果，即係我哋發現咧，即係當人喺壓力嘅情況之下，我哋嗰個嘅成個嘅生命，我哋都會去到一個失衡嘅地步嗰度。帶嚟嘅係乜嘢？帶嚟我成個屬靈嗰個嘅誠信係破產，帶嚟成個屬靈嘅生命，好似上帝已經唔再去存在喺我哋生活中間嗰度。呢個我哋要非常非常嘅謹慎。
當上帝、當生命之主、智慧嘅源頭、幸福嘅源頭離開我哋，換呢個説話嚟講，呢一切都會離開住我哋。而最尾嘅結論就係，我哋應該點樣去面對巨大壓力下邊，我哋成個屬靈生命嘅走樣呢？大衛有1年零4個月住喺呢個洗革拉呢個地方嗰度過住安逸嘅生活，但係同時呢個成為佢一生其中一個好巨大嘅污點。所以弟兄姊妹，我哋一定喺呢一度學到一個好重要嘅功課。洗革拉唔係一個俾我哋真係能夠長久安息嘅地方，呢個一直令到我哋生命去到扭曲、信仰變樣，甚至去迷失嘅地方。我哋唔好喺壓力下邊裏邊去到好似大衛咁樣。去揾一個嘅短暫嘅一個嘅可以俾自己解決，即係呢一個嘅燃眉之急嘅一個咁樣咁多後果嘅替代嘅方案。我哋總係相信喺聖經裏邊講嘅説話，上帝講咗就做得到。上帝喺我哋受試探嘅時候，一定會俾我哋開條出路，令我哋行到落去。所以我哋祈禱上帝喺呢啲咁艱難嘅處境、咁大壓力嘅處境裏邊嘅時候，讓我哋信仰唔好走樣，讓我哋唔好喺壓力下邊變成好似大衛一樣，好似成為一個冇信仰、殘酷、麻木不仁嘅人。願上帝幫助我哋，俾我哋透過呢段經文裏邊去獲取教訓，讓我哋喺壓力下邊，我哋識得係持續將呢個壓力交俾上帝，因為佢講過，佢願意去擔我哋擔子，佢嘅擔子係輕省嘅。而且佢願意去同我哋喺埋一齊嘅時候，我哋相信佢嘅恩典係救我哋去勝過生命中呢啲好似唔能夠承擔嘅壓力。我哋一齊做禱告，結束今日嘅崇拜。多謝主俾我哋有呢段經文，俾我哋有喺大衛裏邊經歷壓力嘅時候，佢有嗰啲失敗嘅經驗，讓我哋吸取教訓。我哋唔好重蹈大衛嘅覆轍，喺壓力裏邊信仰走樣，忘記你，去承受更巨大嘅現實同埋呢一個嘅靈性嘅後果。多謝你聽我哋嘅禱告，奉耶穌基督嘅名，阿門。好，弟兄姊妹，今日我哋嘅崇拜到呢一度，上帝祝福大家。